幾個月前，我開始接觸 AI 對話模型，協助我解決一啲問題，主要係 Copilot 同 Gemini，覺得都幾有幫助。為咗揾出呢兩個模型喺我使用方面嘅能力邊界，我設計咗對4個關鍵領域嘅能力進行測試。救問檢索係根據模糊嘅記憶揾出原故事，歷史認識還原一啲歷史嘅細節，再到解開令人頭痛嘅數學問題，以及考驗創意嘅圖像生成。1990年，東方海岸輪船公司 OOCL 有艘貨櫃船喺馬六甲海峽撞船焚燒，係點嘅一件事呢？Copilot 嘅回覆簡單嚟講，就係目前未揾到1990年 OOCL 貨櫃船喺馬六甲海峽撞船同埋焚燒嘅具體記錄。Gemini 即刻揾到事故嘅發生日期、發生地點、相關嘅船名同船籍講事件發生嘅原因、經過同埋結果。不過喺傷亡人數方面，可能 Gemini 嘅資料來源有錯。Gemini 話特別係 OOCL 分嘅貨物損失慘重，好彩嘅係船員多數被成功救起。Gemini 冇提供到清楚嘅數字。事實上，當時嘅新聞報道同埋相識遇難者嘅家屬講翻嚟，當日係嗰架船全部船員罹難。檢索救問提議我輸入咗喺40-50年前喺讀者文集睇過嘅一個愛情故事嘅大概內容。兩個模型對第一次嘅提問都係話資料未足夠，需要更多嘅提示。於是我輸入咗我所記得翻起嘅所有資料。Copilot 話根據呢啲資料仍然係揾唔到個故仔。Gemini 揾到，我睇過提供嘅幾個關鍵細節，的確係我想要揾嘅故仔。因為個對話開頭係喺手機嗰度開始嘅，但唔知點解 Copilot 喺電腦係唔能夠同步。為咗方便我視頻嘅剪輯，我又喺電腦嗰度輸入同樣嘅問題，建立新嘅對話。我以為會揾到相同嘅答案，但令我驚奇嘅係 Copilot 電腦版竟然認為佢揾到有關故事嘅內容，但佢所提供嘅信息依然係同我輸入嘅資料喺年份上係完全唔配合嘅。喺1970年代嘅讀者文集係唔會出現1990年以後嘅情節㗎。而且喺其後嘅質詢度 Copilot 依然堅持佢嘅答案，同埋提供更多邏輯嘅矛盾。但為咗呢個視頻唔好太過累贅，我就唔再一一列出嚟啦。歷史嘅認識，我向兩個模型輸入以下5代時期一個歷史片段嘅描述。兩個模型都即時指出當時歷史嘅時代同講出事件嘅前因後果，但係都唔能夠還原嗰句詩句係社稷伊明主，安危託婦人。而且兩個模型除咗主角末帝外，都係唔能夠指出參與大臣嘅名字。Gemini 甚至將末帝嘅繼父中女婿，即係駙馬石敬瑭，錯指為係末帝嘅女婿。喺其後追加詢問中，兩個模型對幾個參與大臣嘅名義都係張冠李戴。兩個模型都唔能夠喺新5代史卷56呂奇傳揾出事件中所有嘅相關人物。數學解題，我揾咗一個對一個小學生嚟講係酷刑級嘅算術題嚟測試呢兩個模型。Copilot 經過一輪複雜嘅運算，終於算得出係2520 米。Gemini 嘅運算顯然係更加繁複，不過最後佢得出嘅係3600米。我將 Copilot 嘅答案2520 米嘗試代入去圖解，發現應該係錯嘅。
Gemini 嘅3600米代入圖解得出呢幅圖，我凝視幅圖成個鐘，逆向思考，終於諗到一個簡單嘅方法嚟解題。首先，我認為用一幅 2D 時空圖嚟表達甲、乙、丙三人嘅時空合成軌跡會簡單同直接得多。呢幅圖係表達喺時間 T0 嘅起始階段，跟住呢幅圖表達嘅係時間 T1 甲、乙、丙三人嘅時空軌跡。當時甲乙相遇，而甲丙相距係1080米。到咗時間 T1X， 甲離 A 地仲有600米，乙根據提示速度係甲嘅一半，即係距離 B 地應該係300米啦。而當其時倍速後嘅丙啱啱追到乙，到咗 T2 時間點，甲乙各自回到原出發地，而丙則已經越過咗 B 地，再行多360米。即係丙行咗300加360等於660米，可以推算出倍速後嘅丙係甲行咗600米嘅1.1倍速，丙嘅初速係一半，即係甲嘅0.55倍速。即圖中 AD 段距離係 AC 段嘅55%，DC 段1080米係 AC 段嘅45%，從而算出 AC 段呢係2400米。從條件二可以推算 BC 係 AC 段嘅1/2，即係1200米。AB 嘅距離係等於 AC 加 BC， 所以 AB 兩地距離係3600米。而我嘅解題方式亦得到 Copilot 同 Gemini 嘅高度認同。我認為兩個模型都能夠明白我嘅解題方式，亦同意比佢哋使用代數運算方式更為精簡同可靠。我認為代數計算會更加適合電腦程式嘅運算，而人腦比較傾向使用空間幾何嘅方式嚟思考問題。而呢條題明顯係使用空間幾何比較代數運算更加簡單直接。如果要我評分，我會評 Copilot 係45分，至少佢都明白佢做錯咗題，亦能夠理解我嘅運算，同埋比佢好喺邊度。Gemini 雖然答對咗，但我只能夠俾75分，因為佢嘅算法過於繁複，而且唔容易令人理解。圖像建立，我用之前嘅歷史知識提到，說文諭向廢帝表示強烈反對，同埋引用詩文譏諷，要求兩個模型建立當時嘅情景想像圖。Copilot 超過3分鐘，終於俾到幅接近冇乜背景嘅簡單圖像。我提出圖片嘅對白應該直接寫住社稷伊明主，安危託婦人嘅詩句，而廢帝應該係着住龍袍同埋帝冠。佢呢次俾咗幅算係好少少嘅圖像啦，但中文嘅輸出依然係有錯。Gemini 出圖好快，唔使1分鐘，而且個畫面好華麗仿真，而且直接點出詩句，但係好多錯字。更加重要嘅係佢唔能夠體會當時嘅場景呢，應該係私人場合，旁邊應該係冇乜其他人，所以我要求重畫。我對出嚟嘅圖像依然係唔滿意，所以要求再重畫。點知呢次出嚟嘅效果更加差，而且仲有嚴重嘅缺陷。對於呢兩個模型嘅圖像建立，我認為 Copilot 嘅畫面過於簡陋， Gemini 嘅畫面雖然係華麗，但係經過提示仍然係未能夠體會到情景應該有嘅在場人物。兩個模型嘅畫面 AI 色彩非常濃厚，而且中文嘅輸出未達到起碼嘅實用標準。我認為呢兩個模型嘅圖像建立仍然係屬於始創嘅階段。總體嚟講，兩個模型都能夠以人類無可比擬嘅速度歸納同分析問題，並俾出豐富而專業嘅詞彙總結同建議回應用家嘅提問。回應嘅內容好多時候都有相當嘅啟發性同建設性。兩個模型都好健談，文字傾向討好同埋支持用家嘅思路，但會積極引導用家對提問作更深入嘅討論同理解。
AI 語言模型係靠文字輸入去理解提問，所以對錯別字同語法會比真人對話有更加高嘅要求。鑒於任何測試都不免有佢嘅局限性，所以我唔想喺呢度對兩者嘅優劣進行過分嘅評價。集思廣益固然係好啦，但時間永遠係有限嘅。喺有限嘅時間，我會傾向首先選擇 Gemini 協助。最後要記住 ，AI 模型只係一件協助工具，所提供嘅答案或者建議用嚟參考，好有幫助，但唔一定係對㗎，要靠自己判斷係唔係採納或者採納邊一個部分。